另外，这个话题，这是天气一个反凉，真侪人爱来食火锅。有民众来到食烫海火锅店食饭，看到店头送来肉，讲鲍利斯、无解的汤羹。过去敢若伫咧红仔图才看到这款的画面，无想到伫咧现实的环境嘛有。落尾这个人讲，伊详细一个甲看，敢若一客也是安尼尔，其他大部分拢是正常。其他连锁店业者讲到，这个一般无共款的肉质，拢有无共的厚度，会固定时间检查切肉的机器，才袂互人客感觉互人偏去。你好，这边帮你上餐哦。去火锅店食饭，袂少人拢爱食肉片。毋过，进前就一个查甫网友到一间连锁食甲饱火锅店食饭，煞拄到这种情形。详细看，店家送起来肉盘，敢若看10片的肉塔做伙，但是无解会当看到下骹的盘仔，嘛，互即个查甫网友将相片翕落来，抛上网络，讲家己叫是鲍利斯的肉片，只有伫咧网架内底才会出现，想袂到煞互伊来拄着，放落去鼎煮，搁差一点仔就顾袂着，好佳在是少数，但是即个有够薄的肉片，互其他网友看到，嘛是一直来酸。有的人讲是高手伫咧民间。阁有人讲刀工真好，甚至有人讲可能分2口开肉就熟啊。好像也蛮厉害的，就很薄。不合理吧？这么薄，那是要吃什么？落差太大的话，我们可能会直接就客诉吧。到底一般食甲饱的火锅店，肉片的厚度爱安怎来处理？实际来看，其他连锁火锅店的业者发现肉片的厚度拢有一定的标准。我们所有的肉品都是机器切的啊，然后厚度的话，那个机器都有一定的刻度，比较不会有误差的情形发生。业者表示会定期来检查切肉的机器，避免这肉的厚度会来出差错。佮强调针对无同的肉厚度嘛会有差，亲像是松港牛肉，因为油花较济，面积较大，一般的厚度是0.15到0.2公分。若牛小排的厚度会控制伫咧0.25到0.3，才袂来影响口感。但即摆民众食甲饱的火锅，煞拄到遮尔薄的肉片，是感觉有淡薄仔无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